甲分量的情态，两人互电绝合，分枪甲断分枪的相对。两人的功夫旗鼓相当，兵分秋色，已经杀死了两只宝贝。哼！小子，你敢冒名放羊，在武林破坏我的威名，我在749天内一定收拾你的狗命！大凶手，你竟敢作恶多端，破坏良知形象，在一个月内揭穿你的秘密，请！金盟主啊！你看嘛，实在有影真惊死人呢！两个感觉看起来拢5分呢。嘿，仙草峰啊，你甲看吼，这两个金甲善良到底是安怎？我咧甲看一个真的，一个假的。啊，老天头啊，迄大家嘛知，大家嘛知影一个真的，一个假的。我咧甲想啊，迄个假的就是咱的，真的就是高志国的就对啦。若要看出真相啊，这都要雷公较内行。雷公来看哦，一定足准的你咧。好安尼哦。这个过敏呢，打扮做这个卖菜笋啊，岂唔知好势啊，买哩。而且呢，非常担心这个乌白相夹在掠回死。抗一抗，看卖咧。对，你车要车对。我都是要卖菜去啊。我是卖菜笋的小弟，阮大兄感冒真严重，所以我大腿甲送菜来啊！你看，红鲟鹿肉，也后这个猪脚虾炒的，后ham后油葱啊韭菜桥啊，应有尽有啊！安尼是好，你过关吧，去交总部。多谢多谢。来人哦，严守灵火阵。乌白相夹，来到武功林地界，得要了这个江湖大敌回蜀。回蜀在这个树上的所在稳稳现现，直接阳台这个到处对方关。我夹哪里？我夹这使用利亚神宗的实验，解决江湖大敌回蜀。乌白相夹，在这个所在看到回蜀在树上飞跃，因两人对方关利亚神宗无能为力。最后回出这个散步就也就不金刷了。走着眼走。时在黄昏，桂民三王利用着这断根，在这暗房的中间，要破这灵火阵。并利用机会去解救暗杀大人脱离险境。原来是你。是啊，赶紧离开此地。多谢。来，灵火阵被破了，赶紧来见元帅甲国师啊！而且国师，你的好酒好在啊。是啊，既然来到咱这个所在，绝对安全无事。况且呢，我摆在灵火阵啊，为什么乌白相夹咯？什么金王子、白王子啊？任何天灵地火也无可能入咱这个所在啊！你的酒量大真高呢，加啉几杯啊？够亏了，够亏了！太了了！现好大！迄灵火阵被破，迄陀螺内面的王白强救起了。王白，啥王白？王
王平啊，王平，迄个暗军去互救去了，钦车啦，钦车较好听啦。去互救去啊，害了了啊！事情没有，来人啊！命令对分卡步声，赶紧掠敌人回来。好，遵命啊！迄无卡抓啦，无卡抓啦！迄什么对分卡步声乌鸦代志，去根本无卡抓啦！哈，迄个什么人你知？来破灵火阵，迄个毋是别人，原来就是卖菜去啊！卖菜去啊是卖菜顺安小弟啦！哈，就是什么人？我甲听一个斟酌伊的声，迄就是甲迄个。啊，啥讲啊好啦，无人甲你烧钱讲啦哈。啊，你讲话免大心开，你都温啊讲道理哪呢哈？迄什么人你知？啥人？迄何准尔？哎呦，你咧讲话我听足艰苦啊，都直接单出来就好啦，莫大吞吞吐吐。迄个就是迄个过敏的三人啊！两个啊，三人哈。过敏的三龙啊！过敏三龙啊，有影？哦，迄过敏的这个，来人啊！赶紧掠过敏三龙啊！大人，毋是我过敏的伫咧讲大声话。无论是罗海抽灵根、上山擒虎霸，我一味就是对你的师长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是啦，你的勇敢，你的气魄，令我敬佩。这次、第二次你救我了，因重视泰山啊！大人何足挂齿啊！小小的灵火阵还无算啥物，小小的地牢，迄也是真简单。毋是讲我过敏在咧夸口，若是有我在你身躯边啊，绝对万无一失啊！我真自信。啊，可是现在伫这个四座山，这叛兵以外，还佫有乌都三大凶手未曾擒到案。金甲善良为此，也甲这个对分脚步声，真是令人头疼。哎呀，大人啊！这种是简单的问题了。哪论讲我的功夫是有高来高去的功夫，无论是讲武林18罗汉拳，也是讲武当的36天空拳、72地煞拳啊，无论是什么拳啊，我拢有研究。而下你看卖，我的身躯拢总是武器，你看就会知影嘛。好啦，我知啦，莫讲啦，唔讲也罢。为转正气山庄，唔免将位英雄伫咧探望呢。哈，等下去，等下去。8号来去，阮母啊吼都伫咧家扫，若无满样鸡酒互伊食，伊直直扫到天光，实在有够可怜的。李世顺因兜好，这拢总是王侯将相叫伊咧办菜，内面当有，伊要甲捞淡薄啊，毋是偷摕啦，用捞的，伊要甲捞淡薄。嫂娘，咱两人安尼偷来暗去，也万一老黄知影的时阵，足晦气的。唔知什么时阵，这当是咱的愿望。你是酒醉心啦，安尼就好啊啦，讲也要创啥货？你未当救我，真是使我非常的失望。要记唔记这是以后的代志？你讲完就要创啥？啉啦！哦，啉。安姐啊，嫂娘啊，我回来啊！系啊，孙老回来，要怎样？小美丽美丽本身卡。美丽本身卡，门口有鸟鼠。小美丽啦。好知。喂，嫂娘啊，我回来啊！来啊啦！那会遮暗啦？我叫朋友请咧。啉甲臭酒咸咸。现在我来拾淡薄，你较慢转来，我无伴，我走去甲朋友多拾淡薄，食酒配土豆。水人。韩志伟啊，哇，你安尼去因一件工课我做，大家拢足甲你学老呢，讲我带着好看手，所以呢，我甲四座山才会当这个做一个菜马。
我今日上凉啊！我伫咧半路，哇，去拄着遐钱互我遐，伊代替我塞入去内底呢。啊？哦，别人替你塞菜入去内面啊？啊嘛，我都钱人赚无好啊，我管你创啥？哎呀，你是真牵手的啊！我啉了无啥甲偌爽快咧。哇，你搁办酒？是啊，我那两个酒杯。你都无转来，我感觉真无聊，所以呢，这个酒杯就是亲像你，这个亲像我。酒杯，这敢无人咧甲你，无人甲你啉酒？无啦，我家一个人尔啦。酒杯哪有酒啊？都想讲吼，可比你啦。有听无？我若要啉吼，就对这酒杯哭一下，咱的感情真高呢。牵手的你足牛的，足牛的哦，我一个好太太。好来，啉。是啦，干啦。好干。天气寒寒，啉较济。来，有这道卵。两嘛无要紧，三嘛无要紧。来，有两道三无三不成礼呢。阿孙呢？阿孙呢？出来，滚出来！快走！无走唔到。我跟你讲，二叔。唔通。不好意思哦，咱两个袂结局啦，而且这个人哦反背我。啊？这个人反背你？是啊。到底是什么？唔免问遐多，来，准备该收单场。小等你啊！我唔敢看到火，我若看到火，我家己就昏呀。要无变怎？来，伊即马食酒醉喘，我紧嘞，面酒杯用翕的。好，用翕的。是，好。来。大人，特别倒转正气山庄路街遥远，我爱你吧。唔免啦，我来行就好，运动。大人你是文心人，确实你也是有气魄啊。是啊。哇，来到这所在风景头。阴风惨惨，飞沙走石，奇怪。大人哦，来到半岛地界，阴风惨惨，这个咖喱风直直教，唔知你教什么意思，看拢无啊。面头前敢若亲像一个狐狸。这个可怜啊！启禀大人，迄个查某伫咧靠梦啊！你靠梦？有疑问啦。你甲叫来问看卖。好，喂，查某人，来，我问你，问什么代志啊？这个妇人人，你伫咧所在伫咧靠梦，是咧靠什么人呢？我的丈夫死啦！哦，你的丈夫是安怎死？遐都食酒，转来，忽然间规个面拢反乌，全来死，拍算是中酒疯啦！你的丈夫死几日嘞？昨死的啦！我感觉你的丈夫死你有冤枉哦。哈，你的意思是讲我害死我的丈夫是？老汉并无安尼讲啊。不打自招！哎呀，你这查某啊！什么？无。你的丈夫只有死一天了，为安怎你顶面穿乌衫，下面套红裙，这表示虚伪真重啊！冤枉啊！阮兜是新产者，我若无新衫人穿，我这个红裙哦，都是当时我结婚的嫁妆。今日风景头要来甲我的丈夫拜望，也咧加穿一领衫尔，你就甲我嫌弃，你来欺负我这个酒馆人啊！你也唔正地命你啊！阿廖，你强辩讲你真清白吗？我真清白啦，我的丈夫死得真可怜啦，伊是中酒疯死的。安尼好，我要来签官验尸。什么？你凭什么资格要甲我签官？本人无权签官啊！妇人人啊，你转去吼，要无你当心的妇女踮在个所在在咧啼哭，
也日头也将近得要暗咯，毋多歹道到位，对你真无方便啦，赶紧转去吧。你莫在咧假好势啦，我煞袂晓转下去。这个查某实在有影看了有够仙啊！大人啊，赶紧来给前关验尸，头拄啊，这道阴风可能是阴魂不散啊！我也有感觉真犹豫的咧。也毋过这要验尸需要一个好医生来啊。对，好医生就请这个雷公来吧，雷公上内行的。安尼好，你赶紧等去请雷公来验尸。我等下请雷公就是大人，你家己点才爱休息吗？我知。我等下去咯。奇怪，昨日伊翁婿死，今日来扫盆，穿红裙啊。王死鬼，你都要有灵性，本官会当为你讨回公道，希望你来帮助我一臂之力吧。哎呀，大有乾坤，突然间都落大雨啦，赶紧走做人家厝庇佑。要暗嘛在落雨，要遮尼寒搁落雨啊！阮母爱咧下句梢哦，我看袂好。啊是讲我都有去共落几只鸡吼，看几罐迄个米酒头啊，灌一罐麻油鸡酒互伊食，无阮母啊，直直扫天光真可怜。老爸啊，入来，外口风透透咧，入来啦。歹势啦，我是来遮庇护。嘿啦，庇护入来点才袂寒。多谢。咱这老爸哦，福上哦，你好野人哦。毋是啦，我是咧卖布。你报上哟？是啊。你到底是住咧倒位啊？老汉家族金陵。金陵毋捌听过呢，这个地名拢毋捌听过。哎呦，戆囝哩啊！金陵就是帝都啦，是咱这个大明国最大的都市啦。是啦，灵堂真有学识。嘿啦，阮母啊，伊都读册啊，字捌足济啦，都真可怜了。在下孤独啦，吼，两只脚佫袂行咧，哈。阮母啊捌字，阮老爸捌字，生我这个毋正囝吼，青面牛咧。啥话叫做青面牛？青面牛就是讲毋捌字，人讲文盲就对啦，哈。迄就是讲我少年袂晓想啦，食老才毋知样就对啦。你还佫真少年嘛，今年尊囝呢？是讲啥物做金囝？哎呦，戆囝哩啊！煞毋知影讲人咧问你几岁？阿伯啊，咱讲话讲一个较白哩吼，莫讲遐文言啦，听无啦。是啦，你几岁？我都30有5咧。35是嘛？哈啦，阮母啊今年83啦。可怜就对啦。是你算起来是一个孝子，还是讲大丈夫30而立，40而不歇啊？你应该都要带一个家后来奉侍着你的仕途啦，毋则对啊？哈？你在讲啥？带一个太太奉侍你的母亲，你若在我伫咧做事，安尼出外毋才会安心。带我哟？是啊。那讲到带我实在鸡母皮夹寸我。对，你什么大名？我叫做阿乐啊，拢来叫我王阿乐。阿乐兄，你头拄仔是咧讲带某夹鸡母皮，这到底是啥物事啊？你咪讲一个较清楚咧。讲迄边有啥物路用？阿乐诶，安那，人客来，伫遐远来到咱遮，雨路袂停，阴暗都甲留咧过暝，赶紧来安排便饭好请人客，食暗饭会晓无？对，阮娘咧讲啦，讲你远方诶人客，贵宾就对啦。阴暗无法请。多谢啦。啦，无啥，麻油鸡酒尔。阮这个托家了，落诶啦，落诶，啥物叫做落诶？你听无？毋是讲偷掠，也毋是讲抢诶，落诶。安尼，袂歹啦，麻油鸡酒，我来办，我亲手煮诶，我煮麻油鸡酒偌好食咧。这款酒蓝麻油鸡蓝无了的，西成咱两个啉好了你咧。多谢，我等下有一个朋友会来找我，若无好，我要来去遮2里外路遐有一个要望啊，来去遐等人。你走迄个望等人哦？是啊。哎呦，你来遐好等啊？莫讲，啉，来，请酒。
你头拄仔伫你讲，若讲到娶某，你就举鸡母皮，敢显恐怖心。讲迄个到地天后一边啦，来，这酒杯啦，这共摕的啦，这若无讲的夭寿啦，有影？这酒杯就是共摕的啦。哦，你为什么来共摕酒杯呢？也都奸夫淫妇啊！是安怎心？莫讲啦，你咪鸡母皮傻叫。阿龙兄，讲话都爱讲透机，台语都爱念诗呢。好啦，你若爱知，就讲互你听啦。安尼我已经了解了。来啦！参见大人，拜见大人。哦，唔免验尸，现在证据伫遮。伊若叫你大人，本官就是朝廷的钦差。你破案有功啊！赶紧带因两名英雄去抓这奸夫淫妇吧。好啦，行啦，赶紧来抓奸夫淫妇啦。哦，行。已经将这个查甫这个小江林抓着咯，但是迄个查某无看。要命咧！我讲你听，迄个查某谁呢？迄个查某就是当今上界出名的凶手对魂卡布声。哈？对魂卡布声？哈？来咯！注意啊，伫遐来啊！物件啦，我雷公你遮。这群人叫走去，对魂卡布声，你开始啦！乌白相夹中了飞鼠的这个酒骨毒山，毒气已经明发，魂倒在地咯。金家宣扬当飞鼠，特别采取行动。这个时阵，运命之神出现。人生运命多风霜，谁人无可能？应该坚强，唔通来悲伤。找咱的笑容，决定一向坚强。唔通好运命来安排，期待早日的成功。神秘！现在运命之神，你要采取什么行动对付金家宣扬甲飞鼠呢？请看续集便知分晓。